启禀王爷，京畿附近几处秘藏楠木的地方均已查获，和陈正林记载的丝毫不差。外部的查封令正在递送之中。抓捕向怀章。图灵求见。给主子请安。主子还没睡。拿出来。是。阿哥们办的案子基本上都结了，那些是他们送来的密奏。你带上他到粘杆处去，查出的案底核实一下，看有多少出入。这还差谁了？好像只差15阿哥的一份。跟进向会章楠木案的那个侍卫怎么样啊？奴才去看过了，还没有记忆。哦，对了，前2天向怀章的人抓了他。怎么？不过已经救回来。他看出他的身份了？我看没有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他被打得很惨。粘杆处12个人里面，李侍卫是1等1的高手，看样子是忍住了，并没有亮出自己的功夫和身份。好。这才是你们粘杆处的人。李传卫这个名字，还是当年他爷爷李卫求老佛爷起的呢。将门出虎子啊！好好照顾他。他那儿应该还有些这个案子的底细。您是说牵扯到河中堂的那一部分？牵扯到和珅的可真不少啊！你先拿这些去核查吧。这。好事儿，好事儿！姓朱的派人传话了，姓朱的派人传话了，说他们开始抓人了。真的啊？还真是说话算话啊！来的正好。哎，怎么样？你愣着干嘛？去啊！干什么？咱不能光挨打不还手吧？拿剑去！就是啊，快去！哎呀，怎么样？站好了，别动。啊！疼吗？行，有点意思。疼就对了，走。走。哎。出发！看一下。来，站住！慢，让他们过。李公子，这回不是扎空枪了吧？小子，认识我是谁吗？来，我再让你认识个人。看他脸熟吗？长得像不像他爹？他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陈振林的女儿陈欣儿。他爹有个记事本，把你们那点烂事儿全都给记下来了，不巧得很。那玩意儿掉到你爷爷我手里了。恨当初没有斩草除根。别胡来，这可是侵犯。这事儿你交给我办，我知道分寸。小子，你记得你上次怎么揍我的吗？你要干什么？爷爷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遭报应。哎
小麻绳勒脖子吧，你个孙子王八蛋！你把打听你爷爷是谁？就我指挥的时候还没你呢。李公子，老夫没有失言吧？哎娘，这会儿还凑合。你就是陈正林女儿吧？哎，没事，这老先生还行。你找到的这件东西，这次派上了大用场。我们已经誊录了一份，原物还给你，这毕竟是你父的遗物。哎，我去看看。李公子此役功劳非小，想得到些什么报酬吗？哎，不客气，我这也是替天行道嘛。好，出手不凡。小事一桩。哎，有一件事，兴许您能帮到我，您能不能帮我赎个人出来？什么人？我有个好朋友失踪了，他妹妹被卖到兰香院去了，我得把她赎出来。李公子真是古道热肠啊！什么叫古道热肠啊？大清早的，这是啊？李公子，姑娘我给你送来了。啊？是不是？你不是李公子吗？我不是。哼，看你也不像，人家李公子好大的手面，说我们家姑娘一水水的白花花台州大银锭子，真让人开眼呢。下车吧，小姑奶奶，这回你该享清福了。谢谢你没有陈家报酬，请受我一半。哎，别，起来！我最受不得这个了，我三八子难得干件好事儿。你说你叫什么？我是说我想法子干件好事儿，别难过了啊。今晚上回去好酒好菜的，先祭祖后开斋，哥哥我为你准备一顿家宴。我一直想问你件事儿。问吧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向怀章你认识，朱圭你也认识，平常百姓见个县官都难，怎么这些人你都说得上话呢？是，哎呀，这些人我怎么都说得上话呢？那个就是因为，其实哥哥我就是干这个营生的。什么营生？就是肯定不是随便谁都能干的。能告诉我吗？不能告诉你。哎呀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啊！你就记住，哥哥我是好人堆里挑出来的。我就这么说吧，以后有我一口饭吃，就有你一口饭吃，啊！谁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大嘴巴扇他。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快回去看看！啊，咱们家来了一姚姐儿。为什么呢？说是一什么人给你赎出来了，花了白花几千两银子。
嘿，这老先生还真说话算话啊！瞪着我干嘛？你真弄了一姚姐啊？想什么呢？那是文彩怡的妹妹。啊？不是，哎。回禀王爷，兄弟们问是不是可以开酒了？开酒。说，王爷让开酒了。谢王爷。行百里半酒时，真正的中原逐鹿可能才开始呢。我知道，不过价钱报告节倒是可以了。那朱师傅您就别喝酒了，帮我细你一份折子吧。哎，你去买肉，要好的啊。你去买果子，要新鲜的。啊，别舍不得花钱。我去买点小酒。咱们今儿个一来呢是庆功，二来给文姑娘的妹妹接风洗尘。哎，我去买肉，你去买果子啊！我知道怎么做。来，同庆啊！啊，好。红哥倒几个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同庆，酒真不错。我不会喝酒，可我要敬你一杯，为了我，也为了我死去的父母。这杯酒我得喝啊！来一起吧！一起！来。哎，你怎么没动啊？这么大的喜事儿，我怎么能不喝呢？吃。公子可真了不起，说替谁报仇就替谁报仇。那我是干嘛的？我告诉你，谁要是把我得罪了，不死也得掉层皮。啊，漕运总督怎么样？左右开弓，大嘴巴扇着。啊，那儿子被我打得满地找牙。你问他？公子身边都是总督一级的人物，说我出来的那个好像也是一位总督。那是闽浙总督。有什么事儿，也是一句话。公子的本事可真够大的。一般般。接下来就得你帮我忙了，你得帮我找着你姐姐啊。好啊，我也正想找她呢。那你们过去同在京城，没有联系吗？我们当然有。那她去哪儿了？你不知道吗？你看我大哥急成这样，你有什么赶紧告诉他，你别藏着掖着的，行不行？我身在兰香院，也是身不由己啊。哎，行了，你们干嘛呢？审贼呢？再把人吓着，这就害怕了。哼！哎，我是真心喜欢你姐姐，她让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愿意的。姐姐，真是好福气啊！这话我爱听。来吧，吃啊，动筷子啊！哎，陈姑娘，我回敬你一杯。那我就用这杯酒祭奠我父母的亡灵。
啊，天又不冷，你摔太门干嘛？我看你给爹娘上酒，我也想起了我爹娘，我给他们烧点纸钱。我爹娘死得太早了。你告诉我，你真是文采一的亲妹妹？我是他亲妹妹，一奶同胞，一母所生的亲妹妹。来，请了。哎，喝。哎呦，老王子，你现在是功成名就了，还想干什么呀？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，我就是要找到文姑娘，我要跟她一块唱戏去。这你这熊样还唱戏去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别激我，我走个圆场我吓死你！行，吓我！刮大枪菜，枪，别摔了啊！枪！你要上台演戏，保准背上一大堆的鞋底儿、茶碗盖儿。我这，不好意思。姐姐是怎么认识李公子的？萍水相逢。萍水相逢，他就能帮你那么大的忙？他心肠很好。怎么了？张姑娘。哎，我在这儿呢。张姑娘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藏在夹层里的。涿江新道1200方，交与来人即可，其余部分直接送书春园。曹督处我已知会，木材封印仍用内务府官房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好像是什么人给家父的手里。1200方，应该也是金丝楠木。这藏这么严实，这肯定有名堂。这，哎，谁写？有一枚章。啊？家乐堂。家乐堂谁呀？我知道。谁呀？是和珅。和珅。行了，这我看这本子里又跑出一人来，是真正的大官啊！哎，行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好，这条也好。3条罪状有理有利有节，亦不失温纯敦厚之旨。朱师傅，您不愧上书房教读，
果然写的好文章，我看是可以拜发了。等一下，还等什么？会不会有什么遗漏？朱师傅担心什么啊？我现在也说不清楚，心里总感到不安，好像还有些头绪没有理清。这是实情实奏，我想皇阿玛要的应该就是这个。人证齐全，物证到位，再加上朱师傅的飞扬文采，我想绝不至落于人后吧。你去哪儿？说。啊，谁啊？怎么了？公子，救我！哎，你看你这人脾气真，你问清楚嘛。你拿的那张字条要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公子，我也有深仇大恨。姐姐去当了戏子，我进了兰香院。我们沦落成这样，都是因为和珅那个老贼。怎么回事？说。家父原先是和珅的手下，因为看不惯和珅的所作所为，得罪了他，结果被他杀了。跟你爹一个意思。那，你拿他干什么呀？这是和珅的罪证。我想找我爹的刑部同僚，看看谁敢站出来。只要能扳倒和珅，就一定能替我，还有我姐姐报仇。这闹了半天，和珅到底是干嘛的呀？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。那这上头到底写的啥意思呀？这个好像是和珅通过我爹，从向怀章那里拿了很多金丝楠木，有1000多方。哎，弄了半天是金丝楠木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金丝楠木是一种木材，很金贵。那再贵，它不也是木头吗？这不是一般的木头，按照大清律法，这种木材只能由皇家使用，由内务府调运。谁要敢私自动用，哪怕只上一根房梁，那都是杀头的罪。那这上头有1000多方的，够砍和珅1000多回头了。哎，我说哥哥，啊不对，妹妹啊，你有什么事你跟我商量啊，你偷偷摸摸的干啥？我们以为你是坏人呢。公子要是真能置和珅于死地，姐姐不但会回来，还会心甘情愿地为公子当牛做马。啥都不说了，天一亮我就到西江那边去找人。闽浙总督怎么样？够不够的？和珅是个宰相，一个闽浙总督。我想起来了，上次黄妈带来那个涂佐领来看我的时候，还问起和珅跟向怀章的关系。这样，你叫上黄妈去找涂佐领，我们分头行动，有早没早，打他3竿子。
盒子到了。主子，要不要闯关图灵啊？什么人啊？我找那个猪，找猪还找羊呢？翻脸不认人呐！这园子好像没什么人。什么没人？过河拆桥。哎，你有完没完啊？你听好了，我叫李传卫，听说过吗？嗯，我给你们朱大人立过功的。不知道。你告诉他，他知道。我跟你说了，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你知道这园子是谁的？是你随便打听的？真是！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我们是要来抓和珅的。抓谁？和珅。干脆再找大一点的说，干脆把皇上抓起来怎么样？有病！哎，我这暴脾气，妈了个巴子的！算了算了，什么东西？快走快走！站住！干什么？军爷，探监。探监？哪号的？地监13号。还没到时辰，等着。军爷，通融通融吧，我大老远来的。进去吧。13号，有人探监了。爷，小孩儿，哎呦，我跟你说过，这个地方你不要来呀。爹，你听我说，碰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哎，王妈。哦，是找涂作岭啊？啊，嗨，我们少爷不知道该去哪儿找。哦，那么大个门他不知道？他不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哎呦，连这都不记着了，看来这忘性不小啊。哎，要不您帮我认认门？那门好找啊，走。你说是抓住了和珅的把柄？草润总督走私金丝楠木，和珅从他那儿拿了不少。多少？有1000多方。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呀！这是救您出来的一个机会，我们应该利用。怎么利用？我想用您的名义把这个消息传出去，一定要抢在姓李的前面。为什么？检举和珅，参合全项，只要能扳倒这个大贪官，爹，您一定能将功折罪的。和珅是办不到的。可这毕竟是个机会啊，有枣没枣打3竿子，不如试一试。为什么要打3竿子？明明树上有枣，打他1竿子不就行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消息可靠吗？是孝德章手下的一个心腹，被灭了口以后，秘密留下了和珅亲笔信。够分量。
交给谁？和珅。我有事情要求见何中堂。你谁啊？我有重要的事情。这儿的事儿全都重要。请回一下，就说这件事情和金丝楠木有关。金丝楠木？刘醒身啊，那个山东国泰案的一个从犯，他帮着国泰转移了110万那个罚没赃款，判了个斩监候，家了呢使了不少银子，躲过了几年秋决，现在还在大牢里压着呢。他怎么弄到我那份手令的？刘醒身的女儿柳香泽说是无意中查到的。这个刘醒身啊，这东西现在在谁手里？通州转运使陈正林生前说是把这个东西藏在一个什么道观里，现在在他女儿陈馨儿手里。这帮狗官，就怕这没脑子乱撞，闯祸呀！回头啊，你查清楚这个东西的下落，这时候不能出乱子。是。还有，最近门户严一点，尤其是舒春园那边，啊。这。你怎么了？你那上司涂左领找到了，我看见大门了。衙门口大不大？你自己看去吧。啊，走走走。就这儿。就这儿。就这儿啊？黄妈说就这儿。这里头什么样啊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他不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哎，咱们回家吧。好。哎，你真想进去啊？不就是大门吗？啊，再大的门，它也是让人进的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你进错了别的门，顶多人家放小狗出来咬一口。这门要进错了，我不杀人不放火的，我打听个人不行啊？起码打听出来我是干嘛的。嘿，机灵点儿。站住！往后退！我找那个。别！什么事啊？哟，这不是李侍卫吗？老没见了，您急一下。啊，可不是啊，老长时间没见了，您急一下。托您的福，还请。您这是？我是来找涂左领的，这不那个。没带腰牌吧？对。最近这脑子不好使，老忘事儿。您先到值文房去坐一下，我去给您回一声去。好。真的进去了。
侍卫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看看荷花。走吧。左领，李侍卫来了。谁？李传卫。他能走动吗？昨天主子还问起你，让我多照应。怎么了？还不舒服？我晕。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应该再养养。哎，这地方我好像来过啊。不错，看来你是想起什么事情来了。您知道和珅吗？怎么？你终于去把门关上。是。说吧，想起什么事了？1200方，果然有牵连。舒春元，贺中堂把金丝楠木藏在他自己城外的园子里。你去那里查过吗？走。去哪儿？舒春元。妈了个巴子的，会轻功很帅吗？那我怎么办呢？什么呢？通工的？对啊，
那边的号出堵了，你不去通，在这干什么？快去快去！哎，老贾，给你打听点事儿啊。您知不知道那个金丝楠木？什么？就是有好多金丝楠木的地方。我听说那儿堵得特厉害。你是说楠木店？一个臭挖沟的，懂个屁啊！听说楠木店真的堵的，一下雨就有臭味。就在假山后边，快去看看吧。哦，好，通干净就快走啊！哎，马上转悠。哎，好。卫青公很帅吗？你们知道楠木店在哪吗？